间的焦点，也是百姓休闲的时候。大家在农忙之后，可以安闲的看戏。野台戏也是维持台湾戏剧一个很主要的动力。寺庙虔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，就是安龙送福。因为土地开挖了，就是所谓动土，就扰动了五方龙神。现在寺庙盖好了，就要重新郑重的来安顿青龙。